我路。有人嘅地方就有廟，有廟嘅地方就有神。尋找神廟的故事，師傅同團隊會去唔同地方，去到大江南北周圍去拍廟俾大家認識，俾大家去睇。我哋一齊去認識廟宇當中嘅故事同文化。我呢個系列就叫做尋神記。天命最高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又嚟到我哋香港祭祀研究所啦。今日我哋會講個非常之特別嘅神明啦。喺華人信仰入邊，神仙咧通常都係白髮蒼蒼、道風仙骨嘅。但有一個神，佢嘅發相截然唔同。佢係一個12歲嘅細路仔，佢就係譚公啦。我哋香港漁民同打石工人最受歡迎嘅海神之一。喺每年農曆4月初8，筲箕灣、香港仔、跑馬地都會有盛大嘅巡遊，慶祝譚公先師寶誕之期。但你有冇諗過，點解一個細路神會有咁多人拜嘅呢？佢嘅背後故事又隱藏咗幾多唔同嘅歷史、唔同嘅故事喺入邊啊？今日我哋就一齊去認識下香港最年輕嘅神明譚公啦。咁我哋團隊亦都會去到譚公祖廟嗰度呢，去拍攝一啲片段俾大家去睇下咯。咁關於譚公先師嘅身世呢，其實係有兩種講法嘅，分別咧對應兩個唔同嘅歷史人物啦。第一個說法就係源自於惠州嘅神童譚德，呢一個係最主流嘅講法。根據《惠州府志》記載，譚公原名譚德，係元末歸善縣人，即係而家嘅惠州市惠陽、惠東一帶。咁譚德咧就生於元朝至正28年，即係1368年農曆4月初8。佢3歲嗰陣時咧，父母雙亡，佢由外婆喺個多竹縣麥田村湊大。雖然身世坎坷，但譚德咧自細就有天賦異稟嘅啦。相傳喺佢7、8歲嗰年咧，已經能夠呼風喚雨、降龍伏蛇。佢生性咧非常之淳樸善良，亦都智慧超人。佢喺惠州九龍峰嗰度修行啦。咁啊，每一次咧，佢都會攞住支杖去出山嘅。喺出山嘅時候咧，都會有一隻老虎咧跟隨住佢，幫佢咧負責孭個菜籃嘅。哇！嗰啲鄉下人見到好驚奇喎，但係都知道呢個僆仔都唔係普通人㗎啦，竟然能夠叫隻老虎聽佢話。喺譚德13歲嗰年，即係1381年啦，佢喺九龍峰咧就羽化得道。當年羽化成仙之地咧，亦都起咗個地方叫做德道亭，去紀念佢羽化超升。咁另一種講法咧，就係譚公咧，其實就係5代十國時期一個道教真人譚超。咁啊，佢個道號咧就叫紫霄真人喎。咁啊，譚超咧係福建晉江人，佢老豆咧就係做國子監司業嘅。咁但係佢對做官咧就冇興趣嘅，反而咧就中意研究一啲道家嘅經典啊。咁佢同佢老豆講再見之後咧，就遊歷終南山啦、華山、泰山等等嘅名山大川。咁佢拜咧崇山道士咧為師，學識咗呢個辟谷御氣之術。咁啊喺南唐皇帝聽聞佢個大名之後咧，就召佢入去金陵，賜封為紫霄真人啦。但後來咧，佢又去咗福建清源山修煉，寫咗一本好出名嘅書，叫做《化書》，批評咧社會嘅唔公平啦，同埋同情一啲勞動人民嘅辛苦。喺譚超去世之後，百姓咧就建廟供奉。後嚟道教天生派亦都奉佢為祖師，佢嘅信仰漸漸就傳播開去啦。雖然兩種講法截然不同，但有學者指出，5代南唐嘅譚超同元代嘅譚德，好有可能咧係兩個唔同嘅人物啦。但因為咧事蹟相似，咁將民間咧就將佢咧融合為一齊，成為我哋今日認識嘅譚公。無論邊種講法，譚公都有一個共同嘅特徵，就係少年得道，容顏不老。傳說咧佢修煉長生不老之術，雖然咧年紀老邁啦，但外表咧都依然係個小朋友咁嘅樣啦。所以廟宇多數做佢個法相，做個像咧，都係以一個童子相為一個主要嘅法相啦。咁正正係因為呢個原因啦，你到無論任何一間譚公廟，你見到譚公先師嘅像咧，都係細路仔咁嘅樣，圓潤嘅面啦，天真嘅笑容。完全唔似傳統神明嗰種威嚴，呢一個亦都係譚公信仰最特別嘅地方。根據《惠州府志》裏邊記載咧，譚公得道之後咧，信眾向佢求雨賜晴咧，多數咧都靈驗嘅，所以鄉下啲人咧就喺九龍山上邊為佢建廟設祠啦。咁亦都係我哋嚟緊會拍俾大家睇嘅一個
譚公師師祖廟啦。喺明洪武16年，即係1383年咧，群眾為咗紀念譚德喺佢升仙嘅地方咧，就建咗為德道亭。咁喺明宣德9年，即係1434年嗰陣時咧，正式興建九龍峰祖廟。工人咧祈拜呢一間廟咧，就係今日嘅惠州九龍峰譚公祖廟嘅前身。至今已經有近600年嘅歷史㗎啦。咁喺清咸豐4年1854年咧，惠州襲火姑起事，圍攻惠州城。咁傳說譚公師師託夢俾嗰啲守城官兵啦，令到城池得以保存。為咗表揚譚公師師顯聖平亂，清朝廷亦都敕封咗譚公師師，亦都賜譚公師師聖權像。喺惠州知府嗰度咧，亦都有一塊神恩廣波嘅牌匾，一個封號，進一步提升咗譚公師師喺民間嘅地位。咁講到譚公師師得道嘅傳說咧，我哋不得不提咧唔同嘅故事。咁喺譚公師師傳說入邊最精彩嘅有幾個啦。根據《惠東府縣》裏邊同埋《惠東人物記載，譚德嘅神蹟包括好心好報啦、翻乾啦、變牛啦、火燒腳骨啦、黏葉化瘀啦、茶杯化瘀救羅城等等嘅民間廣為流傳嘅故事。咁我哋今日咧亦都唔會講太多，我哋主要咧就攞幾個出嚟同大家分享下啦。咁一講到譚公師嘅故事咧，咁啊話説譚公師喺九龍峰修行嘅時候咧，每一日咧都會攞住支杖出山買菜啦。一日咧佢遇到一隻猛虎喎，哇！周圍啲人嚇到雞飛狗走咯。但譚公一啲都唔驚喎，點解啊？佢就同隻老虎講：既然你嚟到，不如就幫我孭菜啦。自此之後咧，每次譚公出山咧，都會有隻老虎跟隨住佢，幫佢咧孭住裝滿菜嘅籃啦。哇！啲鄉民見到，梗係覺得神奇犀利啦！依就知個僆仔唔係普通人，梗係唔係普通人。大佬，你普通人點會見到隻老虎孭菜冇玩係嘛？咁啊，第二個故事咧就叫黏葉化瘀喎。咁咩叫黏葉化瘀咧？咁啊，傳說譚公有一次咧，咁啊見到啲鄉民啊出去捕魚無獲，咁生活非常之艱難啦，就隨手攞咗幾片黏葉抌落個海裏邊，一抌啊，哇！嗰啲水咧已經有無數嘅鮮魚咧，啵咁令到啲村民咧滿載而歸。呢個故事咧就係譚公被漁民奉為海神嘅傳說之一。梗係啦，我多句，梗係拜你㗎，你咁犀利係咪先？葉都化瘀喎，咁啊嗰葉化瘀都未犀利啊！咁講起杯茶化瘀救羅城，話說一次羅城發生旱災，嗰啲農田咧都龜裂啊，百姓心急如焚。譚公就用咗杯茶向天一灑，哇！喺灑嗰刻即刻有場大雨落嚟咯。咁啊，大雨傾盆，解救咗全城嘅旱災。呢個傳說亦都令譚公先師被農民視為守護神嘅其中原因。咁仲有個傳說，咁啊，呢個就係海神好多時都會共通嘅傳說啦。話說譚公先師得到漁民嘅敬重咧，係因為佢能夠預測天氣變化。咁啊，未有天氣預測嘅年代，咁啊出海捕魚咧好危險，一場風浪咧都隨時令到啲漁民咧葬身於大海。譚公師師能夠憑住雲嘅形狀啦、風嘅方向啦，準確預測幾時打風、幾時好天。佢將佢嘅知識教俾啲漁民，亦都救咗唔少人嘅命。所以後來漁民出海之前咧，都會去拜拜譚公，祈求平安啦。呢一個係我哋華人海神好多時嘅共通點嘅。如果因人而化神嘅，好多時佢可能在山佢識預測天氣嘅。咁啊，講起天氣講漁船，一定講定風救船嘅故事。喺個惠州府志裏面記載，譚公師師能夠定風救船。傳說有漁民出海遇到風浪，喺危急之中大聲呼喊譚公師師名號，喺嗰刻風浪即刻平息，漁船都平安返航啦。我哋團隊去咗九龍峰祖廟度拍攝啦。咁喺九龍峰祖廟嘅大門裏面有副對聯嘅，就係對譚公師師神通嘅一個總結。聲動虎蛇歸盡伏，公師風雨路無偏。上聯係講緊佢能夠降服一啲虎蛇龜嘅生靈啦，下聯就係講緊能夠調節風雨、恩澤萬民嘅一個神通啦。咁啊，講起神仙咧，我哋南方好多神仙咧，其實同當年咧乾隆爺下江南咧就有啲關係嘅。關於九龍峰祖廟裏邊咧有一個好得意嘅傳說啦。話說喺清朝乾隆年間，佢一次下江南嘅時候，聽聞惠州九龍峰係一個不出皇帝出神仙嘅風水寶地，佢於是諗住親自去視察。因為咧乾隆爺心諗，假如呢度再出個皇帝，豈唔係對我哋大清有個危機？於是咧就帶住國師一路南下嚟到九龍峰廟啦。
咁淨係見到九龍峰古樹參天，老松迎客。乾隆爺咧就叫譚公廟咧香火鼎盛，絡繹不絕，就講咗句：呢度果然係人傑地靈地方，出唔到皇帝，出咗神仙都係百姓之福。既然呢度唔會出到皇帝，咁我就安心啦。自此之後咧，乾隆爺爺對譚公信仰咧亦都另眼相看。咁啊，九龍峰祖廟裏邊咧亦都有文昌宮，咁供奉孔子同灰星啦。咁文昌宮有副對聯嘅，就寫住冠冕通南北，文章列上明，彩筆色塵千氣象，人民從此濟風雲。據說喺文昌宮入邊嘅灰星曾經9次考中狀元，皇帝爺都嫌佢個樣比較核突少少，就唔肯招佢做駙馬。哇！灰星咪好唔開心啦，咁啊想跳海了結一生噶啦。啱啱有條鯉魚托翻起佢，勸佢不如你剛強自立啦。呢個灰星嘅塑像腳踏鯉魚頭啊，就係咁解啦。咁我哋聽翻咧嗰啲廟嘅一啲嘅廟祝啦，一啲嘅廟務人員都會講，佢話有其實唔少學生咧考試之前都會派譚公廟裏邊嘅文昌宮，祈求譚公同埋呢個灰星咧保佑佢考到好成績。喺2007年，文昌宮咧喺個正梁裏邊掛住一幅咧清華學子送嘅有求必應嘅壽匾。正因為譚公嘅靈驗，南方同東南亞一帶嘅居民咧，當啲小朋友改名嘅時候咧，都中意加個譚字落去嘅喎，就好似陳譚生、阿田譚水、阿林譚昌，連女仔咧都中意加個譚字啦，譚宇啊、譚真啊。佢哋認為咧有個譚字咧係譚公爺爺嘅恩賜嘅名，可以保佑佢哋咧平安大吉都快高長大。呢一個就係譚公先師嘅一啲嘅故事，一啲嘅典故啦。咁事不宜遲咯，我哋一齊過嚟譚公祖廟度一齊睇下譚公祖廟係點嘅樣嘅咯喎，嚟啦喂！好，大家可以望到啦，呢度寫住譚公得道古蹟喎。咁其實呢一個石碑係幾時嚟嘅咧？就相傳係1383年。咁嗰陣時咧就譚公先師得道，咁呢度嘅人咧就做咗呢個叫得道亭，咁啊紀念先師得道嘅日子，所以就有呢個嘅古蹟啦。咁多位觀眾，啱啱講到得道亭啦，得道亭隔離咧呢度有個石碑喎。呢一隻虎龜咧，同我哋平時見到嘅龍龜有啲唔同啦。點解會用虎龜嘅咧？其實有啲特別意思嘅。即係相傳咧，譚公先師得道之前同埋之後咧，長期有隻老虎作伴，成為佢嘅坐騎啦。咁亦都有龜同蛇喺佢身邊做佢嘅護法，同佢一齊咧普度眾生、救濟萬民，所以就會有呢個虎龜蛇嘅組合啦。點叫嘅？有啲人。
咁啊，文武爺身邊有財神，亦都有灰星踢斗。點解灰星踢斗？點解灰星會咁樣踩住個球嘅咧？係咪中意踢波咧？唔係。啊，灰星踢斗寓意咧就獨佔鰲頭，寓意咧莘莘學子咧都文昌高照，福星高照。咁啊，我哋嚟緊有個習俗會話俾大家聽嘅喎。哇！你睇師傅咁嘅身形啊，咁都喺個窿度捐出嚟，點解會有個咁嘅習俗嘅咧？我哋啱啱問嗰度啲村民，原來佢哋有個習俗咧，就係喺個神嘅座下嗰度有個窿啦，咁喺度捐出嚟，寓意咧福星高照，神恩庇佑，所有千災萬難都化為煙塵，順風順水，順順利利啦。咁啊，今次打住現場咧，打住現場依度譚公祖廟一定會請譚公先師聖駕到嚟現場啦。中間呢一尊就係譚公先師啦。咁啱啱咧，我哋會見到咧，打醮一定要有三清啦，三清喺度啦。咁啊，我哋見到呢一位坐住獅子嘅就係我哋上次介紹過嘅太乙真人啦，太乙救苦天尊啦。咁啊，我哋喺呢個現場度望到兩隻好靚嘅花炮喺左右兩側咧。我哋上次咧咪訪問咗毛卓奇師傅嘅，咁呢兩頂花炮咧就係毛卓奇師傅所擲㗎啦。咁啊，去俾度譚公先師祖廟去做太平清醮之用。好，嚟到譚公龍鳳祖廟，我哋而家入去拜個靚神先啦。喂，快啲嚟啦喂！
咁啊，譚公思思咧，左右兩側咧就係佢細個同一齊玩嘅朋友，成為佢嘅陪審啦。咁譚公思思廟裏邊咧，我哋分別有幾位嘅旁神啦。正殿就係譚公思思啦，嗰邊殿就會係楊大伯公。咁楊大伯公係邊一位咧？就話説係當時譚公思思得到嗰陣時翻嚟報信嗰位楊大伯公啦。而我哋嘅呢一邊咁就會係三山國王。三山國王係咩神咧？三山國王就係守山寨嘅山神，保佑一方平安啊，一切順利嘅神。好，譚公思思在上，扶持弟子，及合眾善信，添油添油，添福添收，藍天百福，屢立千祥，神恩庇佑。譚公思思賜福庇佑，扶持來年，個個都順風順水，順順利利，歸人扶持，小人遠去，平步青雲，步步高升，萬事興。譚公思思賜福庇佑，譚公思思在上，神恩庇佑。而家師傅帶大家過去做呢個習俗咯。譚公思思庇佑，弟子及眾善信，順風順水，順順利利，神恩庇佑。咁點解會有條水流喺度嘅咧？呢一條水流咧，如果你嚟譚公祖廟就會見到噶啦。咁咧，呢一條水流個泉眼咧就係山頂個泉眼嗰度引水落嚟啦。咁嘅作用咧就俾啲鄉客咧喺拜譚公思思之前咧洗乾淨隻手，然後裝香。點解要洗乾淨啊？將唔好嘅嘢洗乾淨，將我哋最虔誠嘅心帶入去拜神咯。咁好多鄉客咧好似師傅咁樣喎，拜完神咧都裝翻支水翻屋企飲。點解啊？飲過先山泉水，身體健康，合家都平安。但係記住啊，冇煲過嘅溪水唔好飲啊，記得煲滾咗先好飲啊！如果大家鍾意個故事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追蹤，撳埋個鐘仔，我哋一有片你就第一時間會知道。對嗰句，因為你嘅支持係對我哋一份嘅鼓勵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